续来讲，坐这个无人机，人拢已经飞到台湾了，但是行李却还未到。这是星宇航空 JX823的航班，将为日本的关西机场飞转来桃园机场。旅客已经载到位，但是行李也伫日本。星宇航空讲，是因为关西机场的行李系统出问题，今仔日就安排无人机把行李载回来，寄行给旅客。各位贵宾，我们已经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。飞行机准备出港停机坪。乘客落飞行机头一件代志，就是先去等领家己行李箱，行李箱内内部对了转来。搁放伫咧日本关西机场，人都已经飞转来台湾，行李却无对了飞转来。有要300乘客坐星宇航空 JX823航班，将为日本关西机场飞转来到桃园国际机场。不过乘客飞到桃园机场，行李无对了飞转来，搁伫咧日本，无拖起飞行机，拿咧行李是放伫咧倒飞。星宇航空证实确实有这件代志，因为日本关西机场行李系统出问题才出包，后尾300游客转来台湾，拢等袂到家己行李，全部拢客伫咧机场行李柜台头前。当时台湾病院心脏内科主任林伟平嘛在这台飞行机，这一个担号险啊管袂好，被旧金线现场。有延迟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，那到台湾之后才被告知说行李还在关西机场，所以可能对接下来的旅程或旅行有一些其他同行的这些旅客们，其实都蛮大的一个困扰。星宇航空讲，会伫咧今仔日安排航班，甲行李送转来台湾。真侪乘客领袂到家己行李，拢真无奈，现场唔拿去签到，心情嘛受到影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